我想加一個小迷宮嘅，啲同學可以玩迷宮，跟住之後同佢朋友一齊揾個出口啊。然之後呢，就可以有彈床啦，俾啲高年級同埋低年級都可以跳得好開心。有一個呢，可以載好多人嘅秋千，同學可以帶埋自己嘅朋友一齊當。咁一個小屋裏面呢，低年級呢就有4個，有高年級就有4個。咁呢度就可以有個小窿，入咗去之後呢，呢度就有啲電子有益嘅遊戲，行樓梯上去，即係你可以模擬你喺度揸緊飛機。遊樂場裏邊可以加一啲小山坡啦，啲同學可以爬上去啦，跟住之後加一啲小滑梯可以上落去嘅。呢度就有一個適合高年級同學玩嘅垂直滑梯，佢有兩邊上嚟嘅，一邊呢就係爬梯，一邊就係爬攀石牆。垂咗落嚟之後呢，就會跌落一個海綿嘅池，好安全噶。我諗到北衛遊樂場嘅一樣設施就係由6樓上落嚟嘅有鋸石滑梯啦，跟住就會上到去遊樂場嗰度。6年級如果想去遊樂場玩呢，出咗課室就去呢條滑梯嗰度上落去，咁就可以好方便咁樣，又唔使嘥力氣落樓梯。首先每個樓層都有一個上滑梯，係可以俾你直接上落去，而4樓就有多一條上滑梯，係俾老師放工嗰陣時用嘅。